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隱藏機密資料，需輸入密碼才能檢視。選擇要隱藏嘅資料範圍，右 click， 選擇儲存格式，係自定，打入3個分號，按確定，再係條件式格式設定中，選新增規則，係使用公式來決定要格式化那儲存格些中，點選要入密碼嘅儲存格，再打入等於要設定嘅密碼，係格式，選通用格式，按確定，按確定，輸入密碼可以顯示資料。其實點選儲存格仍然見到資料，所以記得係檢視，剔咗資料編輯列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